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3月16日，勇敢却永不改过。我们看的经文在士师记13章到15章。RPG 的金句，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2章4到5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的开始不是就是成功的一半吗？但有的时候好的开始却不是成功的一半，反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这时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读了士师记的概览，来到了也是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哎呀，我们真的是不禁要不断的叹气哈。士师记台语说叫做苏气哈，真的苏气呢，真的是一个士师比一个士师让人家摇头啊。虽然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经文参孙，哇，他可是有一个很敬虔的母亲哈，他的母亲真的是希望有一个孩子，神听见他的呼求，而且有给他了一个应许跟应验，生下来这个孩子呢是成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特征是他是甘心的特别是他们许愿要分别为圣，是离主，是归向神的。他们3个条件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哈，连葡萄枝葡萄树都不可碰，长发不可剪一切的死尸也不可以接触不碰触。我想我们如果翻开圣经当中，我们大概比较有名的有3个拿细耳人，就是参孙、撒母耳、施洗约翰。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母亲在生产上都是有困难的，也都是借着神的主宰主动的介入，也就是有特别的恩典，让这些母亲甘心情愿把孩子归给神，献给神，因为看到神家上帝的家，上帝圣殿所需要让他的孩子献出他的孩子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些孩子呢，也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上帝的家里面，在最荒凉的时代，要给上帝使用，带来转机，他们成为那世代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但我们今天来看参孙哎呀，我们心会很痛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明明看到参孙这个人是勇敢是有智慧，他也特别容易被神的灵感动这是他的优点。他对神家的兴衰存亡很有使命感，他对神的百姓非常有爱心，对仇敌又非常的勇敢，对神也是充满信心但是有人这样来评论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觉得适合呢？就是参孙有使命却无美好生命，有信心却无德行很有能力但却不够谦卑，虽然常常有圣灵的感动，也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却又多随从肉体，虽然常向神求恩，却又不遵行神的指令跟要求跟命令，处在危机里却不知道要警醒，对仇敌勇敢，对自己却是软弱的。这样的形容精不精准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参孙上面他个性上的这个弱点。但是这些形容词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这不就也是在说我们吗？是啊，音乐牧师真的觉得今天在读的这一些经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或许不像参孙这个人物这么鲜明，但我们好像也很长的时候像参孙一样，我们是喜欢任意而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呢有一个今天这段里面一个很核心，他不能犯，他刚刚讲的他的境界不能做的，他都拿来做了呢。他分别为圣，不应该接触死尸，但他却是去吃死的狮子身上的蜜。神不允许他娶外邦的女子，但他看上了非利士的女子，就执意要娶她。他的父亲有提醒他说，以色列那么多女孩，何必娶非利士人呢？参孙他回答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个愿意思就是说，拜托起始句给我娶来，直接翻译就说，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以至于他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大的破口，没有办法承受神给他的使命，以至于他带领着那个世代的人走向了一个毁灭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参孙的生命的这个破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这样指标，也就是魔鬼撒旦他的给我们在生命中的破口，其实他看准了我们，最夺我们心的就是最夺我们命的，也就是我们的心在哪里，他只要攻击我们的心所在就好。音乐牧师在过去这1个月其实是有很大的提醒。钟贤哥是我的心上人，在1个月以前甚至更久以前，我们夫妇我们常常讲那个一天当中的3句话，第1句是我爱你，第2句是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第3句呢，我不能没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过年前，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有个声音说，这句话你要多说一些。于是我有跟钟贤哥说，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从你的生命消失时，你应该换一句话说，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主。因为我们人的生命真的很有限，我不能紧紧抓住我的生命没有钟贤，我的生命不能没有应验，因为撒旦魔鬼其实看中了我们的心，这个是我们的破口。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配偶看超过于神，那么他会夺我们的心，夺我们的最爱。当我们发现事实不如我们所想的这样时，我们要再次说，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主，我的生命不能没有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聚焦于神。当我们聚焦于上帝的盼望，那么这个无限赛局就在那永生里，那么此生的失去或者是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更在乎的，因为我们的在乎就在于神。好不好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上帝话语所带给我们，我们要来想说，对仇敌勇敢，对自己却软弱吗？
勇敢依靠主，踏出自我改变之旅。我要从哪里踏出第一步呢？我要从我的眼光开始，我的眼光要在那日光之上，这个高度才会让我看到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再次提醒我们，透过参圣使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有你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你有丰富的怜悯，主啊，你爱我们。主啊，当我们还在那个死的这个过犯中的时候，你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你也拯救我们，是因着主你的恩。谢谢你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这些不足，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去改过来，使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勇敢踏出去改变自己的第一步哦。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没有害怕，还有平安跟喜乐。我们明天见。